徛台湾看世界来关心总统蔡英文的消息。总统蔡英文呢出访友邦，重点就是会场的过程呢。美国时阵伫甲这个众议员、众议院的议长派卡士见面，中国外交部声明讲，会采取坚定的措施，维护因本身的主权甲领土的完整。那麦卡锡办公室提早宣布，将伫台湾时间7日透早，伫瑞金的图书馆甲蔡总统要会面。这个总统府副秘书长呢，张敦涵是引用瑞金的这个名言讲：正义足够勇敢，社会就会失去力量。强调讲，甲民主国家交流是台湾人的权利，中国无地带。蔡总统抱笔记型电脑和贝里斯总理鲍里森纽翕相，因为咱台湾一群送5000台本土品牌笔记型电脑，协助8国换新设备来个邦交关系。 While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that seek to insert that wedge into this friendship, we have remained close because of our common values and our shared vis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. 在伫贝里斯国会，蔡总统无讲倒一个目空车，不过咱台湾边国际外交，中国就定定出怪声，这摆反应特别大。 蔡总统走访友邦之后的重头戏，就是要飞往美国加州来会见麦卡锡。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，聊些什么了吗？总统，我们今天不是来看羊吗？什么时候要看麦卡锡？蔡总统是要闪开话题，也毋过麦卡锡办公室早就发出采访的通知，讲伫咧美西时间4月7号，也就是台湾时间6号半暝会伫咧瑞金图书馆和蔡总统面会，民主党和共和党拢有人会参加。我想引用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哦：如果正义足够勇敢，邪恶就会失去力量。民主台湾要跟 民主的国家进行交流，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。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哦。这句就是伫咧回应中国进前的呛声，讲两边闹直接对甲因激动起，而美国印太司令部嘛提关改变。台美之间有各种共同关切的议题，我想那天的时间都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的讨论。蔡总统从友邦回程过境美国洛杉矶，见什么人做什么代志，嘛决定伫咧国际政治上有偌济进展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